喺大火摧毀 Pacific Palisades 社區後，洛杉磯市喺75日內僅發放咗4張重建許可證。好多居民同建築商指出，即使係獲得簡單結構嘅建築許可證，亦異常困難。代表 Pacific Palisades 嘅洛杉磯市議員 Tracy Park 表示，大火摧毀咗當地社區超過6000棟建築，而目前已發放嘅許可證數量遠低於預期，影響社區商業同稅收入。預計經濟損失將達數千億元。據悉，市長巴斯曾喺1月中旬發布咗一項行政命令，承諾將加快房屋、企業以及社區重建嘅進程。該命令協調咗垃圾清理工作，啟動咗一站式許可證快速發放服務，並加快咗1400個住房單位嘅審批。上個星期五，巴斯仲簽署咗另一項行政命令，簡化咗重建更加防火嘅住宅嘅審批流程。天下華視記者編輯報道。